有承擔的猴子。最近常常有老虎來到森林裏捉走小動物，所有動物都很害怕，於是他們聚在一起商量應付老虎的方法。貓頭鷹問：誰可以用自己的長處來保護大家呢？商量。貓頭鷹。長處。花鹿說：我除了跑得快、比較敏捷之外，什麼都不會做。這麼困難的事情，還是交給狐狸吧。狐狸說：我除了有一點小聰明之外，什麼長處都沒有。這麼危險的事情，還是交給野豬吧。野豬聽了，低着頭不說話。花鹿。敏捷。危險。野豬。這時最瘦小的猴子舉手說：雖然我不聰明，又跑得慢，但是我可以爬到樹頂看守着，看見敵人來的時候就警告大家。貓頭鷹讚賞猴子有承擔精神。猴子說：森林是我的家，保護大家是我的責任。警告。讚賞。承擔精神。責任。花鹿和狐狸聽了，十分慚愧，於是都提出想幫忙。花鹿和野豬負責背着小動物，把它們帶到安全的地方。狐狸負責製作陷阱，趕走老虎。最後，猴子、花鹿、野豬和狐狸分工合作，成功保護了大家。老虎認為這座森林沒法找到可吃的，便不再來了。慚愧。負責。陷阱。分工合作。